吓，呢張圖表係 DSE 作文必然嘅出卷法。係啊，呢兩個圖表我上堂已經教晒我所有學生㗎啦。上次講補習天王 Speaking 呃千條影片好評如潮，今日繼續講下補習天王喺 Writing 上面究竟呃咗學生幾多錢呢？熒光幕有兩份真績，一份嚟自全港第一雙 mark 卡42分滿分嘅真績，第二份雙 mark 卡41分全港第二作文嘅成績。我隨機抽咗佢哋其中兩頁出嚟，睇下佢哋用咗咩連接詞。全港第一42分滿分 Andrew 嚟自港大醫科，佢喺其中呢一頁用咗 and 呢個字足足係10次㗎。第二名41分嚟自港大法律嘅 Dixon， 佢用咗 and 呢個字足足11次。喺英文角度 and 呢個字已經係最容易用、最容易換唔同嘅靚字同義詞㗎啦。但係滿分全港第一狀元好清楚，入到考場將啲字轉靚根本上唔係一個最好嘅方案，攞到最高成績㗎喎。咁即係補習天王叫你不停咁交學費上堂，學嘅靚字靚句子 and 嘅唔同寫法 ，moreover furthermore 例如 importance 嘅唔同寫法 important, paramount, solution, remedy。不同嘅同義詞、靚字嘅寫法，全部學完之後都係冇用嘅，唔係唔用得，係滿分全港第一，雙 mark 42分，第二名41分，都係唔使用呢啲字都攞到全港第一。試問你交咁多學費，聽補習天王上堂講咁多廢話，最尾學呢啲字嚟又有咩用呢？你背咗咁多補習天王俾你嘅靚字靚句子靚結構，入到考場只會綁手綁腳，最尾我學生攞到滿分作文嘅成績。你哋信晒買晒廣告補習天王，一時幫你拜神，一時幫你祈福，一時請你食肉餅飯，請你食牛腩飯，仲有上堂跳舞唱歌俾你睇，又同唔同嘅 YouTuber 合作，佢哋教嘅嘢係完全冇用㗎。最後我哋個學生入咗去港大醫科、港大法律，我哋學生攞到各分卷嘅滿分全港第一成績，你去咗邊度啊？去咗副學士。我哋個5星星率5加率係高你個補習天王最少15倍嘅，因為我哋清楚知道攞到5加5星星，甚至乎滿分嘅最低門檻係啲乜嘢？我教咗你，你咪攞到滿分咯。我知你諗緊乜嘢嘅，你心諗 Chris 唔好再串人啦，即係有咩正嘢不如而家講啦，我就嚟考試啦，我真係想學啲嘢對考試有用嘅。其實我已經教緊書㗎啦，會唔會係你資質未到位，未能夠參透我講緊乜嘢呢？就以你作 DSE 嘅說明文為例，即係 discursive 同埋 argue 啦。你諗嘅嘢、寫嘅嘢，要同我講嘅嘢嘅思維模式完全一樣。即係話，除非你唔好作，一作嘅話，你交出嚟所寫嘅證據呢，一定要係一錘定音，令對方無可反駁嘅。見你睇到而家咁捧場，送多第二個 tips 俾你。上年有補習老師考完2025嘅 writing 之後呢，就開 live 去嘗試分析呢一條題目。見呢個補習天王開 live 嗰陣時，唱晒歌、跳晒舞，有齊晒所有情緒價值。但係作為補習老師，最緊要嘅功能性，即係教書，呢個補習天王完全做唔到喎。好多學生甚至乎資深嘅英文補習老師係唔知道考評局幾十年嘅英文作文嘅出卷方法係根據呢個圖出卷嘅喎。咁大家又知唔知道上年定邦開 live 唔識解呢條題目，呢條題目又按照呢幅圖嘅邊個位置出卷，係屬於呢幅圖嘅邊個出卷法呢？歡迎你喺下邊留言，將個答案講俾我知。可能而家好多學生或者資深嘅英文補習老師望住熒光幕，心諗吓，呢張圖表係 DSE 作文必然嘅出卷法。係啊，呢一張係2/1，仲有第二張㗎。係啊，呢兩個圖表我上堂已經教晒我所有學生㗎啦。如果唔想死得不明不白，仲有幾考 DSE 㗎啦，快啲上個 Patreon 學翻啲明明考試你應該要知道嘅嘢，但係你補習天王收你咁多學費，從來上堂冇教過你嘅嘢。大家好，我係 Chris Lau， 香港 DSE 英文科全港最高 strict 5星星率、最高5星星率、最高5加率嘅補習老師。大話怕計數，我個數字絕不含糊。各位補習天王，與其不學無術，不如過嚟課金，真係上一堂真正嘅 DSE 英文課程啦。聽我5星星率、5加率嘅真正數字，同你困下，你就知我同你相差幾遠㗎啦。你唔過嚟上堂，我驚有上堂嘅補習老師會拋離你喎。